好剧从出色的李鼎导演，他在各台拍了第一出的他的连续剧《云顶天很蓝》，学剧场到拍广告，到参与客台的很多作品的拍摄，他对于美学的要求，他对于戏剧的一种执着，带给我们非常多新奇的想象。《云顶天很蓝》也帮客台赢得第一座的金钟连续剧奖。我们今天来跟李鼎聊一下。一个连项目无穷样的100个人，然后1000个人都分唔清楚的人，唔敢会相信佢分得清楚乜嘅係是非，唔敢会相信佢3人做在呢個世界上生活下去。唔到，先莫回答呢個問題。我來老太家講一個太家下嘅故事。等到躺退以後，唔知老外講，唔看到係100個人，也係1000個人。我拍的这个叫《泰开哈的大旗下》的这个片，其实是来自于客家的故事的甄选，然后是由罗景贤投的一篇叫做《泰开海阿腰鼓》当选为第1名。我当时看了那个故事的时候，非常感动。阿水也做嘢按成功，對狀況嘅事情有按熱心，讓我不了按做事，來又唔正常。唔過嘅來阿腰鼓，係全大家下最有自信又最樂線嘅亞打鼓。其实，可能每一个社区都会有一个像阿腰鼓的这样的嗡嗡哎，然后可是，在客家人的文化里面，他们会认为这孩子是天使，是上帝派来跟你，是背公、土地公派来跟你跟这个世界上沟通的一些事情。好，那泰开哈的阿腰鼓原本这个故事里面就讲了一个这个真实的阿腰鼓，然后可是他走失了，然后全村的人都把他的事情当成是一个自己的事。他这家都有天数诶。哎，你要让天数请到阿腰鼓啦，好。你啦，唔是蛇，大家天數請，上會見人，是會見棍。这个走失的嗡嗡的金娜的阿腰鼓，会不会认识了一个客家戏班的人？我現在啊，唔知喺未來，如果現在啊，沃卡，真沃卡。这个阿腰鼓跟唐川爸爸学会了戏曲，只要他戴上了胡子，他就有勇气说客家话了。天马过来，哇！迄講有富士嘞，佢秋冬槍一家真聰明，乜該心心都有嘞。所以他会突然会说了很多怎么样去跟这个世界沟通的话，而不是只有那一句“波卡波卡”，我想要回家，完全不会说客家话的方文琳居然担任了这个大旗下整个的客语旁白。然后因为做过歌手的他，我觉得他完全能够把客语里面的诗性，就是想说看到小雨就是以毛哎，但他就可以知道说以毛哎。從來冇啲靈阿妹出門嘅阿腰鼓，該真靈阿妹撒落去咧一模誒，每一下也都給一模誒，
手中记录牙巴，向下细神世界给快乐。阿该豆得到最度给一点，完全满足了给你们阿妹要到给都市。他抓得到那个声音的轻重。他在国外很多独立影展参赛的时候，他反而没有语言的隔阂，是一直听到很发自内心的一种声音的表现。所以他在国外独立影展不但拿到了最佳编剧、最佳音乐、最佳音效，他应该是在我这20年来拍客台的4部作品里面，在独立影展拿到最多的，总共拿了8个奖。那最重要，它是一个真人实事。注意啊！对于拍原著改编这件事情，我只有一件事我最在乎，就是我很在乎原作者。高一峰老师的作品剧本来的时候，他是有非常多在文学里面的暗喻这件事情，尤其是乔装这件事。我乔装的很开心，但是我不开心。我乔装的每件事我有条有序，但是我心里的纷乱。他甚至有一个很大的化妆舞会。身体是骗唔到人的哦。害怕是不知道，其实结局已经来了。我一开始不理解乔装这件事情是一个这么大的忧伤，跟所有都市人可以存活在常规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至少我乔装好就好了。我不见得每件事做好，但是我至少样子像吧。我是到很后来的时候才理解了这个事情。在拍摄本的时候，他已经是赋予我说：“李鼎，那不然你去改，你认为在戏剧结构上面，因为一个作品里面如果太多的暗喻，啊，比方说就是这些衣服啊，这些气味。”这些咪西，好，然后一定要有的这些化妆的装扮，一定要有的时候，观众如果 catch 不到的话，是不会理解那个孤独，反而会以为我们是个高傲的孤独。那我觉得最棒的是整部片的 ending。后来我在西门町取景的时候，我发现黄建伟一直在这个热闹的场景里面穿梭的话，势必要给这个都市一个真面目吧。我们都喜欢西门町，是因为人总是向着光亮走。所有主流城市的东边都是上班的地方，所有主流城市的西岸都是灯红酒绿的地方。因为那个时候太阳往那边走，灯也从那边开。或许我们今天就不要主流吧，我们在西边来拍一场所谓的西门町的日出。在这个你以为都会有人走的地方，却没有人走的时候，黄建伟一个人走在他住的地方的清晨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可以终结一切。现在也呼应了在疫情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在家里面，没有所谓的公共空间，也没有所谓公共空间里面的私人空间。那我觉得乌鸦烧有一点美，是记录了这个当代。